民国12年出生嘅郑纪元教练，本单系军人。民国35年，伊喺台中水南机场服务嘅时节，开始嘅伊嘅野球人生。因正日本人留下嘅几道球馆嘅也道打野球嘅东西。郑纪元喺总管支持下，成立嘅空军商场棒球队，以做投手队长兼教练，同本单规约木马会带一群人训练做正规嘅球队。民国37年参加体上海举行嘅全国第7届运动会打第2，郑纪元还连杀野场创反封纪录。体业皮也算职业嘅时期，以带领中华棒球队参加国际比赛，都有蛮好嘅成绩，得到几多败嘅冠军。虽然长期乃入去比赛，但上无法度披露卡人。郑纪元呢6个生日呢，讲起阿爸，杀戮系尊敬同骄傲。也为老古岛76岁嘅时节，还去学视察，为嘅还会去教会。来看郑教官嘅棒球人生。最初呢，我就改好高了，把这个是都，没改关系的，改无限，都最初接到这个棒球的时候，我这个把这个是都在看不高的，不高，对啊，没不高，给他苗的。经常撞下来，欣赏啲打球嘅，佢打球嘅時候我都在看啊，多一粒球嘅呢嗬，都打到係尊重了他們做，所以跟阿姆德他們咁視察呢，就是阿姆德看唔到，當然執唔住嘅，佢個我嘛都當然執，有啲執唔住啊，即係有冇嘅冇享受到係嘅。打球嘅精神，啊就好高。第一頭班呢好，喺台中啦。日本走嘅時候，留到嗰度，佢哋就出好高啊嚟嘅啦。都大概按照東西啦。接球接起來好，我選隊長，這是個隊長是乜嘅都做呢，唔係講嗰種嘅太大乜嘅東西，乜嘅都冇，我做一指揮啊，佢我用嘅線啊，都用嘅線都，我整見了做但有辦法嘛，就按嚟開始嘅。基本的球員的技術，基本的球員。技术，他们去帮去商量好，我可能要嘛那个行业的肢体呢，我提要一個客家走來。嚟出頭艇啊！畢竟我個河啦，
成分过后一前路起跑线上就按这一点，啊，所以呢，要不然全权高手，还是不是去我给打球呢，带到空球的球队也好，有人在就是这个秋天开始呢，这个体育馆都讲，喂，刚刚有人球呢。这个全权高手地方，一几场啊，都给赶住时间呢，没人家等你别这个，根本就是对嘛，是几场嘛。要我带来呀，太阳来了，我拿一个报纸的哈，我拿报纸来讲，哦，有人球呢，俺们都学表下来休息哈，俺都就业。看那的起跑线啦，来播啦，真见挺大呀，哦，那想球，哦，我冲野位啦。他的那个啊，他从带空间队再到美国队，然后世界冠军这种，然后再从兄弟棒球队，兄弟棒球是从无到有，从无到有。他当初到兄弟队的球员都是那些哦，整个是他的号称什么老弱残兵啊，就不是很看好的一些现役的特别好的球员，他都可以把这个球队的战力都弄出来。这个算是都很不容易的一个成就。他是那个点石成金的指头，那个石头没关系，他指头还在啊，你画完了我再点啊，所以他就带领，他就点出很多金色的、成色很高的金子的球员，就替我们中华民国培养了很多很多的人才，棒球人才。他就是那个指头，而且是点石成金的指头。其实教官他在当教练的时候，他这个球场从开始哈，他们就在这边做训练了嘛哈，所以这个球场25年哈，他等于是在这边待25年，所以他对这个球场啊是很有深厚感情。到他离开球队，在棒球营当营长哈，这段期间啊，他对球场还是非常的那个有亲切感。他在当教练的时候，他非常照顾这个球场啊，他都会带球员啊，好好的这个整理这些球场啊，所以他各方面他也会要求球员啊要爱护这个球场，所以算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教练啊。那他当棒球营的营长，在这边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因为年事也比较高，他的威严也比较没有，他对小朋友也很亲切，所以小朋友都叫他曾爷爷，把他当长者来看。那在美国给他们抢回来的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教练为什么想要把他抢回来？啊，这些都是奖牌抢回来。对，都是啊，哪冠军他能够抢回来啊？那种我这个去带到很多球队呢，哈，去美国的时候，所以佢哋冇辦法跟人下馬嗰度出咯，我捱得幾咯。俺爸爸俺妈妈有点美德，有点省吃俭用，唔會亂花錢，因為啲錢賺起來該困。開錢庫嘅錢，我哋阿爸爸做教練出名，也錢咪開錢庫賺嘅啊，按拉丁面頭，saya tu agak update 埋錢台，也 update 埋錢台，嚇，我大人，我用嚟作戰，佢全部靠嘅腦筋，我們都我做唔到，看事情我我做教練我做唔到。
很为我的身世为荣，因为我有一个很有名的父亲，他很成功。他成功的原因呢，他老是说我没有什么秘诀，我成功，我的秘诀就是肯干、苦干，就是那么2个字。爸爸一生人成功的，因素quite多啦，時機啊，人腦都錯啦。但是我相信伊今日成功，唔係因為伊看得到以後嘅棒球嘅為有中華職棒，好，為有按到國際性的比賽，甚至棒球變成一個國球。我認為冇想到，一路好去搞熱衷體育佢認真負責體育工作好，伊今日成功，我認為是體育啦。因為天下冇乜個好運氣，冇運氣，攞憑實力去全力去在你的工作上投入安尼，因為安尼讓佢成功。其他因為乜個運氣唔運氣，運氣講有犧牲人，啊所以種人的好運，伊從來唔可能因為，因為你就是要努力，你來對得起你的工作安尼。也係。我要傳統的客家的阿爸，不是按照同人的谆教诲啦。这张相片呢，这个是我们3代，我带他们去日本玩的。远征菲律宾。我最記得，本我印象最深的路，伊摸下個田球，第一擺下田球，嘅夫妻一上啊了。跳一路行没吼，行啊路的时，紧叫没吼，紧爱看到的伊跳一路行啊，哦，因为个夫妻把伊全险的，你知冇啊？是他们那都怪感动啊，怪个啦，你知冇不容易，伊得落卡安有好的个出世安好的落卡，根本伊做呀，各种转变啊，唔咩讲。普通一般的人可以嘅，要係照顧6個生人嘅，全部都完成。伊本來佢感動都講任勞任怨，伊冇一記，伊冇同人埋怨過樣嘅，攏冇，佢為睇。今邊我爸爸成功，我可以講，我媽媽有90%的成功，真的。因为呢，在这个一开始的从约会开始，那神在那个就业当中呢，是住在神，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。那如果一发生事情呢，前2點鐘啊，伊話風滿意啦。當時比如講伊人生過蠻久嘅，事實上伊想愈安尼啦，伊也講真快樂，什麼伊講快樂嘅狀況樣伊都講伊也有啥過法，推下生活過自由，去上下嘛，空有過好，另外伊也講天主都講也有信宗教，信基督教，每禮拜會做禮拜嘛，伊講我心情一定好，本來看到伊是過嚴肅嘅，事實上伊過療條。過了條，咁樣講伊拄好多年後，阿叔嘅都真太烈啦，好，佢嘅書包中清盤，
各位团员给马杀鸡啊，按摩啊，而且个是希望人一路更亲切啦，安尼啦。啊，而像是高飞啊吼，过念熟，过数字呢个场合吼，啊，事实上伊答应大黑啦。伊如都过了解，都安尼然后个念升级的时间，伊如团员了来伊同意，包团公司化个啦，也过奇妙个。盐条嘅政教官时代下其实温暖又认真。下日团节目，我哋录继续来看，同政教官过调腔下，过数嘅亲戚朋友用嚟看下嘅贴切教条。